一架死亡车祸，这外马去接13岁查某孙仔下课，骑后倒摆小载，结果去互沙石车弄到加落车卡，两马孙仔拢来往生。这个做护理师的妈妈，当时失去着老母甲查囝是有够伤心。今仔日家属卡出来，呼吁着政府赶紧来立法，强制规定大型车都要来加装主动安全的警示器，唔通让这悲剧搁来发生。今年10月，73岁外马骑乌托摆载13岁读高中的查某孙仔下课，和后壁的沙石车弄到了，两个人加入车底，当场无命。上艰苦就是这个学生囝的老母失去老母甲查某囝。他把妈妈和女儿撞倒以后，再继续碾压拖行，导致我妈妈还有我女儿整个支离破碎，很不舍啊。好好的人，我老婆还生前她一直说。他如果死后，他要遗体要捐赠，现在人家完成他最后的遗愿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一个囡仔甲外妈感情真好，时常做伙出去佚佗，要过一辆车祸，和规家伙天伦万岁。家属大声地喊讲，希望政府赶紧规范大型的车辆，要强制到主动安全警示器。让用路人也可以做自刚反应的话，那悲剧一定可以避免。要能够回馈到驾驶人。不然你装那么多系统没有用。虽然大型车辆为109年开始规定要到环境行车记录器，不过这只是予驾驶人会使警觉，若是讲会使加到发出声的主动警示器，予其他驾驶甲用路人嘛会使警觉到大车挖金，那呢就会使避免搁发生悲剧。